香港特區第8屆立法會選舉喺12月7日成功舉行。呢次選舉得以如期舉行，體現咗特區政府嘅依法施政並妥善解決災後處置同選舉兩者關係嘅決心同勇氣，亦體現咗香港市民對呢次選舉嘅高度重視、積極認同同熱烈支持。所以國務院港澳辦用安全、順利、圓滿嚟形容呢屆選舉嘅過程係恰如其分。筆者觀察呢次選舉，認為有3大亮點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個亮點係特區政府前所未有嘅動員能力。喺李家超行政長官嘅帶領下，特區政府依法全面深入細緻咁開展選舉工作，廣泛宣傳立法會選舉對香港特區邁向由治及興嘅重要意義。宏福苑重大火災發生後，特區政府一邊搞災後處理，另一邊繼續搞選舉工程，同市民宣傳選舉對解決災後處理、制度改革同責任追究嘅重要作用。特區政府亦非常重視作為特區管治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嘅公務員，全力發動佢哋以身作則，積極投票。社會各界亦都將選舉視為愛護香港特區嘅責任，動員廣大市民積極投票。今屆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一共有1317682人投票，投票率達31.9%。功能界別就有76942人投票，投票率達40.09%。選舉委員會界別亦有1458人投票，投票率達99.45%。3個界別嘅投票率都高過上屆，證明咗廣大市民能夠經受重大災難嘅考驗，化悲痛為力量，為咗香港特區嘅未來出嚟投票。第二個亮點係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年輕化，90位立法會當選人嘅平均年齡約為50歲，較第7屆年輕約5歲，說明咗立法會嚟緊會充滿活力。此外，新一屆立法會亦產生咗好多首次當選嘅議員，為立法會帶嚟咗新嘅視覺。地方選區有8個人係首次當選，功能界別亦有16位係新丁。選舉委員會界別中都有16位係首次當選，尤其值得一提嘅係西貢區議員方國珊，之前5次參選都落敗，今次第6次參選榮膺票後，首次成為立法會議員。關鍵係佢每一次落選都從不氣餒，繼續盡心盡力去做地區工作。正如佢自己所講，奇蹟只係累積嘅成績，香港就係需要更多咁樣嘅人，亦希望嗰班今次未能當選嘅人向佢學習，繼續努力服務社會，為下屆選舉累積成績。第三，本屆當選議員中，專業人士明顯增加，呢個係又一亮點。佢哋憑藉自己嘅專業能力，可以對特區政府施政進行更加專業化嘅監督，同提供更加有效嘅建議。據筆者觀察，喺當選議員中有10幾位具有法律背景嘅人士。筆者再發言法，認為立法會議員具有法律背景人士越多，越能夠從法律專業嘅角度為香港立法工作把好關。毫無疑問，新一屆當選議員都係符合資格嘅愛國愛港、有擔當、有才幹、有志服務社會嘅優秀人才。相信佢哋會全力支援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重點解決香港嘅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香港更應捉住國家15+5規劃嘅歷史機遇，自覺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